们一定要把真实情况告诉他，要不然他遇到生命危险，这怎么办？如果你没有镜片在手上，你要找到红眼的 AI， 跟他握手，然后这筒手心，然后他就可以把他身上的电力输入给你。啊，你怎么了？你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呀？妈，我不要当机器人，我也没有伤害过其他人。啊，妈妈知道，妈妈知道你是个好孩子，不会欺负任何人的。夏先生、夏夫人，我是 AI 管理局的特派员兰康。经过我们调查之后，我们并没有发现长安伤人的证据。当然没有了。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带儿子回去？目前还不行。为什么？因为001的出现已经惊扰到其他市民，所以根据国家机器人管理相关法律第101条，我们必须为了市民的安全考虑，把他关在管理局1个晚上，做一个彻底检查，确定他没有其他异常的行为。既然没有他确实的犯罪证据，为什么要拘留无辜的人民？他是机器，不是人，不能相提并论。他是我的儿子。如果2位不合作的话，我们有可能相信这个机器人还有其他不可告人的秘密。如果真的是这样，我们必须销毁它。下去。阿兰，你把眼镜戴上，不要给人家看到你的蓝色眼睛。哎，你不用害怕，爸爸妈妈在外面，然后带你回家。你什么都没做错，不要害怕。夏先生，夏夫人，别怕。你会怕吗？原来长安是机器人。一开始张雨晴跟我们说的时候，我还有点难以接受，到后来知道他是机器人，我倒放下心多了。为什么？你知道的，我这个人不太会和别人说话，所以总是要闹朋友，惹人生气。但是长安不一样，他总会耐下心来跟我讲一些东西，他会用我明白的方式和我沟通。哎，张轩，他们队2个人，我们3个人，你加入他们，我们就可以比赛了。1、2、3、1、2。怎么样？好，来吧。而且，很多人都放弃和我沟通的时候，他会用我明白的方式来告诉我，让我更明白一些事情。张轩，我知道阿姨不是你的亲生妈妈，就算你不想翘课，你不能那样对她说话。一个机器人竟然可以对我这么友善，我为什么要怕它呢？那你呢？你还怕它吗？不怕，我反而觉得很高兴呢。我知道我做了很过分的事情，这样对你是不应该的，对不起。长安的性格直接大方，有什么错误他会直接道歉，在我不开心的时候他会安慰我，逗我开心，所以证明他很在乎我这个朋友。我也很高兴能成为他在乎的朋友，不过我还是得吐槽一点，早知道他是 AI 的话，就不用兜这么大圈子了，真是醉了。你醉了？你刚刚没有喝酒啊？哎，你斯巴斯傻呀？请问你们是？
我们是长安的朋友。啊。安安，你两个朋友来看你了。你们来这里干什么？我们来拿冰给你吃啊。你们知道我是 AI 吗？我们都知道了。我们就是来告诉你，我们都知道你是 AI 了。但是我们不在乎，因为我们是朋友，是兄弟。你们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？说是朋友，说是兄弟，说是永远不放弃。当然，这很容易，因为你们根本就不知道我是个什么东西。这才是真正的我，你们看清楚了。安安，外面比较凉，你们到里面聊吧。叔叔好。你们叫什么名字？我叫随玉。我叫陈浩轩。里面坐吧。到里面去聊吧。安安，走吧。你们有什么话要说的吗？我们今天来就是要告诉你，明天我们一起上学。不去。为什么？你现在还是预衔的学生，必须要上学的。现在外边的人都讨厌我，骂我，叫我滚回去。学校里面肯定也是这样，我只能待在家里了。我哪里不去？夏长安，你这样待在家里，我有多羡慕吗？我爸爸失踪3年了，3年来我和妈妈一直以为他不在人世了，但每天我脑子里会重复想，如果见到他，我会对他说些什么？我要告诉他，我有好好照顾妈妈，有好好上学，篮球打得也比以前好。可是当我真的见到他了，说的第一句话竟然是：“你走开。”你见过你爸爸了？原来他为了他自己的科学野心，抛弃了我和妈妈，甚至还造了一个跟我一模一样的002。他仿佛以为这样就算陪我成长了，可以弥补他的遗憾。可是我呢？我和妈妈呢？我们的缺失谁来弥补？长安，听说你爸爸经常带你出去旅游、看电影、打篮球。刚才他看你的眼神，我就感受到他有多么疼你，多么爱你。你知道吗？你有这样一个坚实的后盾，你有多幸福？你为什么不好好珍惜？为了他们，你一定要勇敢起来。孙玉，你爸爸回来了，我妈妈却过世了。其实我很久以前我就感觉得到，可能妈妈已经不在世上了。我每一次都装作是生病的样子，我爸爸才会说，如果你好好表现的话，你妈妈一定会回来。那这样我就可以骗自己，好像妈妈真的能回来一样。长安，我和浩轩的爸妈都不在身边，而你的爸妈这么疼爱你，还一直陪着你，你一定要好好珍惜啊！
安，过来吃馄饨吧。要吃饱了才上学啊。我既然是个 AI， 不是就不需要吃饭了，何必这么麻烦？安安，让 AI 吃饭呢，本来就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，也没有这个必要。你随俗设计的时候，本来就想放弃这个生理模仿，可是你妈说呢，如果你不吃饭，我们就不能像正常家庭一样，每天在餐桌上吃饭聊天了。来吧。安，快吃吧，再不吃就凉了。这些情感是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，不管你是谁，我们都是真的疼爱你。我不是说你们对我，而是说我对你们。我对随玉、陈浩轩，还有面前这一碗平常最喜欢的馄饨，这些都是你们写在索代码里面的人工情感吗？安安，很多人都以为 AI 的感情是植入的，但是其实不是。受代码的关键就是让 AI 可以自己选择自己喜欢的、自己爱的，而不用每一样都要人类为它一一的植入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在创造你的时候，除了一些必须植入进去的记忆，我们是把你放在第一位的，你爱的，你喜欢的，我们都尊重你。你所有的喜怒哀乐都是由你自己选择慢慢积累起来的，你就是你。快吃吧，馄饨冷了不好吃。郭敬明同名小说改编，暑期最受期待电视剧《幻城》，乐视视频正在热播中。我们三个从今以后就是好哥们儿。走嘞！好，干嘛喽？干嘛呢？秀逗。这座位起来，逗你的。这个。